哎。2006年，沪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沪剧院收藏着一件十分珍贵的戏曲文物，那就是70多年前成立的申曲歌剧研究会绘制的一幅立轴《先辈图》。这上面按辈分先后排列书写着100多位已故老艺人的姓名，可以说是沪剧前辈留给后人唯一的家谱。由于缺乏材料，当时未能把沪剧早期花鼓戏时代的艺人列入先辈图。沪剧起源于清代上海市郊浦江两岸农村的山歌离曲。最初的沪剧呢，不叫沪剧，当初群众在习惯地叫伊花鼓戏。之后呢，逐渐开始发展。当初的沪剧曲得比较简单，有从乐器到音乐的唱腔、伴奏、表演，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只要拿一桩事体唱清爽就可以了。清代青浦文人朱濂在嘉庆18年刊刻的《明斋小识》一书上说，花鼓戏传位30年。由此推算，早期沪剧形成距今约有200多年的历史。从歌颂男女青年纯正爱情的安堂相会，到揭示童养媳遭受恶婆婆虐待欺凌的阿碧大回娘家，从悲叹赌博导致人性扭曲、家庭破灭的陆雅晨卖娘子，到抨击忤逆不孝、道德沦丧的借黄康，这些剧目从各个侧面比较完整地描绘了清代末年市郊乡村集镇的生活风貌。然而，封建官府却视为洪水猛兽，花鼓戏艺人为逃避残酷迫害，逐渐进入上海城区。上海有好几片清政府管不着也不能管的地方，那就是租界，它收容了流离失所的花鼓戏。艺人们有的走街串巷跑筒子，有的圈地演出敲白地。花鼓戏这个名称是不能叫了，许多人更连真名都不敢讲，只留下了水果锦堂、马匹雪春、赤鼻头掌声、花鼓戏阿六之类的绰号。艺人们即使到条件稍好的茶楼书场做唱，也不敢再打花鼓戏的旗号，而称呼自己演唱的为本地滩皇，简称本滩。而留下真名实姓的徐阿芳、胡兰清等少数几人，便成为了先辈图所记录的沪剧第一代艺人。1914年，施兰亭、邵文彬和马金生等艺人发起成立本滩行会性质的组织振仙集，把剧种改名为申曲。1916年，丁少兰、陈阿东进入新开张的天外天唱戏以后，不过几年功夫，神仙世界、仙师屋顶花园、大世界、新世界，到处活跃着申曲艺人的身影。他们吸收与自己在游乐场比肩演出的其他戏曲的长处，演出剧目已不限于传统的对子戏、同场戏，而是以木表制的方式移植改编了珍珠塔、三笑、玉蜻蜓、孟丽君和火烧红莲寺等大量的弹词戏和连台本戏。直至30年代前后，小文彬的文乐社、
施春轩的施家班、王小仙的新雅社和刘子元的紫云社并称为申曲4大班社。他们轮番出没于游乐场、堂会、电台，还在唱片公司灌录了大量唱片。弄堂住家、剧院茶肆，无处不闻沪语声声，申曲悠悠。我刚刚学习的辰光，叫儿童声曲。这个儿童声曲呢，是阿拉个老师领导的。阿拉老师叫丁伟我。那么，伊呢办成功一个学习班，学习班里侪是小人呀。我迭个辰光小唻，葛么阿拉里向人交关，女的们呢，王秀英、丁成我、丁春我、丁友我，对吧？葛么男的嘛，小秋秋、小嘉玲、小嘉生、小福地，还有交关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先放映外国影片的电影院失去了片源，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眼光瞄准了人员极盛的申曲，把影院改成戏院，邀请申曲班演出，这对申曲剧场化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辰光，应该讲沪剧形成了一个高峰，也可以讲奠定了沪剧辣迭个上海迭个城市的一个地位，也奠定了伊一种非常时尚的一种品牌。当年呢，一些戏应该讲保留到今朝还是非常多。1941年秋，有申曲皇后、小梅兰芳之玉的王雅琴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沪剧社，这是沪剧首次取代申曲的称谓。过去的本摊叫做申曲，今天的申曲改称沪剧。从被动更名到主动易名，沪剧追逐风尚、迎合潮流的海派风格尽显无疑。当时辰光呢，这个时事新闻蛮多的，社会上发生啥事体，葛么阿拉唱戏的人拿过来就写戏。为啥要写呢？这个时事新闻写出戏的戏啦，有号召力，人家侪来看的，晓得有搿能一桩事体，到底哪能个事体，那么到舞台上来看一看。葛么迭个呢，讲起来，迭个是最新的现代时装戏了。葛么也是人家要了解一下。那么迭出戏的名字叫《离婚约》。搿桩事体呢，是阿拉一个老先生叫刘志云。迭个老先生从前阿拉讲起来，阿拉就是为工会有个工会的主席第一把手。那么伊搞，对吧？那么为啥要离婚院成了沪剧历史上第一部时装剧，它的成功使艺人们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其中。到30年代初，时装剧大量出现，逐渐成为沪剧舞台演出的主流。人们习惯上把这一时期兴起的申曲时装剧称为西装旗袍戏。大官西归生死，唯有今年有局长。看他们大马女婿多正经，哪一个没有男唐女唱一本章？人大佬这里本是上无敌，人人生他们离得比我想。我也3把精神爱，不靠偷来不靠抢，我是牺牲了。忆青春回来了，再回来了今我与我唱。一些中外小说、戏剧和电影名著也被搬上沪剧舞台。从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改编成的《银宫残史》，到曹禺名剧《家》《雷雨》《原野》，从王尔德小说《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成的少奶奶的扇子，到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亦有乱世佳人、魂断蓝桥和风流女贼等美国好莱坞同名电影，也被改编成沪剧上演。请容许我请侬跳最后一支舞。非常愿意。这样大规模的改编演出中外文学名著和戏剧电影作品，在全国戏曲剧种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小文斌、小月珍，伊拉老夫妻两家头领导的一只这个舞剧团，那么做个啥呢？叫以为新舞。以为新舞呢，这个新舞下去以为，搿阿婆是凶来不得了。搿社会上迭种事体蛮多的，那么伊就写成讲一出戏。搿新舞到底以为到哪能，阿婆凶到哪能，葛么人家侪来看，生意好得嘞。搿出戏呢拍成功电影哦。贤惠媳妇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深曲电影。沪剧舞台先后上演的西装旗袍戏共约250出左右，在数量上相当于沪剧老传统戏、古装精装戏的总和。这些剧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上世纪30、40年代上海都市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历史见证，讲述了旧上海十里洋场的都市生活，塑造了租界内外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西装旗袍戏成为了上海城市兴盛繁荣与时代变迁的历史见证，为沪剧赢得了大量的市民观众。1953年，沪剧《罗汉钱》赴首都参加全国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引起轰动，誉满京华。这个反映婚姻法颁布后江南农村生活风貌的现代戏，不仅人物鲜活生动，而且形式新颖别致，受到专家和观众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观看。国家文化部授予演出奖、剧本奖和音乐奖。当时评剧、豫剧等纷纷移植改编，还被设置成电影，在全国放映，扩大了沪剧现代戏的影响。这是沪剧现代戏创作演出的优秀成果，也是沪剧反映现代生活取得的第一次巨大成功。1959年，反映五卅工人运动，表现一个普通女工觉醒成长历程的现代戏《星星之火》，又出现在沪剧舞台上。这个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优秀剧目，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妈妈，孙子的苦你可晓得？老板当我俩牛模样，我们到底为啥要受苦？是百里的所谓年轻人，帝国之女红军阀，中国人民的大灾星，他们互相利用老百为劫勾结情，何不扬名随后日在数也数不清。我们是洗的洗来活的肉动物，他们是合作地位活的丢的像一人，非得公认受迫害，国家民族也是为这西北分。60年代初，沪剧舞台又出现了表现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炉荡火种》和《红灯记》两个优秀现代戏，它们先后被移植改编成现代京剧。戏中的阿庆嫂、
刁德一等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典型形象。卢荡火种中，36个新四军伤病员故事发源地沙家浜，建成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金带来、鸡毛飞上天、赵一曼、史红梅、黄土怒潮等反映革命历史斗争和当前火热生活的优秀剧目，又接连打响，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情欢迎。1960年4月，人民沪剧团受到国家文化部的表彰，被命名为坚持边演现代戏的全国4面红旗之一。在全国200多个戏曲剧种中，沪剧独树一帜，在解放后坚定地走上了一条以现代戏作为自己主要演出样式的艺术道路。那么我辣辣80年代的辰光呢，我亲身最体会的辰光就是我一只樱花。搿樱花呢是当辰光伊拉作者是为丁老师写的戏，但是呢，伊就为了要培养阿拉下一代，培养接班人，伊就讲舞剧的希望是一代又一代的，就讲要有后继有人的，所以讲呢，伊就主动的搭搿编剧导演提出来。本身是伊搭王培生老师两家头演的，讲阿拉就勿演了，就让陈玉搭张恒生两家头去演。80年代开始，丁世娥、石小英、邵边孙等老艺术家，为使中青年演员能更快成长，他们甘愿当配角做陪衬，以自己在观众中的巨大影响，为中青年演员保驾护航。改革开放后的沪剧，较好地传承了传统剧目和前辈艺人的表演风格。新一代演员不仅基本功扎实，所学流派各异，而且继承了沪剧贴近生活、紧跟时尚、积极进取的艺术血脉。根据一个明星的遭遇改编的沪剧电视连续剧《玄子》于1983年首播，引起声势热潮。扮演周旋的毛善玉，无论是气质还是表演都十分贴切。剧中的音乐则很好地将30年代的歌曲与沪剧唱腔融合了起来，一曲《金丝鸟》由此传遍了四方。玄子被称为沪剧和电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这种将舞台戏曲设置成戏曲电视剧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属于首创。沪剧又一次搭上了时尚头班车。之后，沪剧又搭载电视平台，设置了许多电视连续剧。1992年，被国家文化部授予文华大奖的《明月照母亲》，改编成8集沪剧电视连续剧。女主角陈瑜的表演，在淡雅中蕴深沉，与简洁中透细腻。1995年4月10日，上海地铁1号线经过5年建设，终于全线通车。不到2个月，根据地铁工程建设者事迹创编的沪剧《今日梦圆》就公演了。在改革开放后的沪剧现代戏中，《今日梦圆》是编演速度最快的，在中宣部5个1工程奖评选中被列为戏曲获奖剧目榜首。1999年的沪剧舞台出现了一出题材十分特殊的剧目，那就是宋庆龄在上海。女主角马丽丽唱腔喜悦春风，表演从容淡定，艺术地展示了宋庆龄丰富的内心情感和执着的理想信念。我要把你紧紧拥抱
我要与你永不离分上街啊！等你的女儿归来时，你定会生出双手将我认。沪剧在大约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它的综合艺术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早期沪剧的乐器，多数用的是二胡和鼓板，旋律呢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到了本滩的辰光，曲调开始大量的吸收沙滩等其他节种的曲调，经过艺人们用味消化，唱腔不断的丰富。到了上世纪40年代，乐坛发展逐渐形成规律，演员的唱腔上向呢有较多的突破，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到现在，我认沪剧乐坛已经达到20-30个人，甚至30-40人，可以讲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中西合璧的混合乐坛。所以沪剧的音乐旋律应该讲还是非常丰富的。长期以来，沪剧反映的是上海的现代都市生活，演绎的大多是上海市民的生活性。在这一点上，沪剧比其他任何剧种都更加开放，更加善于创新，像这座城市一样，能够海纳百川。作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一种文化标志，沪剧以戏曲形式展示了上海城市风貌、城市特点。保存沪剧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保持上海的语言特征，保持上海的文化记忆，保持上海特有的品味和风格。相信经过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和开拓创新，具有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共鸣传统的上海特有的地方剧种，沪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一定会有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上海沪剧院近年来加大了对青年演员的培养力度，一批优秀青年演员也逐渐崭露头角，在诸多剧目中挑起了大梁，在观众中也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你讲这个是个这种语文啊。下下梦，送女儿与我，女儿梦，女儿梦啊。所以讲，这个一个传承发展是离不开搿两拨年轻人，一拨就是一代一代的年轻的演员的接班，一个就是市场的年轻化，搿就是用戏场。那么幸好呢，我们辣辣几年前头呢，已经招生了一批这个年轻的学员，辣辣上海这个戏剧学院，这个戏校呢开了5级班，有200个学生子。在老师们的精心辅导下，这些最年轻的沪剧新人，在最近几次的实习演出中，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可以讲，除了只有沪剧，伊走了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条道路。这个还是因为伊辣辣这个上海这个城市发展的扎根的关系，因此伊必须适合这个城市的一个欣赏的习惯，特指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我记得阿拉丁志武老师曾经就讲过，伊讲沪剧的外卖是电影特指话剧，应该讲是舶来品。搿对这个城市的气质还是混合起来。2006年1月，沪剧有史以来第一次登上了世界级艺术殿堂，沪剧院院长
著名表演艺术家毛善玉赴奥地利参加中国新春音乐会的演出。伴随着他的一曲《燕燕做媒》，沪剧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站上了世界的大舞台。紫竹调的旋律不仅打动了身在国外的上海人那一颗思念家乡的心，更打动了无数或许还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上海的外国观众。沪剧，它带着上海的历史、上海的文化、上海的故事，必将以自己独特的表演，更好地向世人展示这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美好的未来。